索羅斯創立嘅量子基金曾經創下了高達35%平均年回報率。有一次佢個仔親口踢爆咗索羅斯低買高估嘅秘密。呢個秘密就係咁，原來每一次有任何金融風暴發生之前，尤其係佢隻基金揸住機貨就來，大跌之前，索羅斯都會背脊痛，而且係痛到阿媽都唔認得嗰隻。原來投機之神百發百中，記背後原因唔係分析，而係驚人記直覺。思考致富聖經入面，拿破崙希爾將第六感描述為通往智慧殿堂嘅門，係大腦最高層次嘅接收裝置，可以感知危險與機會。喺你未能用邏輯解釋之前，佢已經俾你一個信號。但希爾講得好清楚，第六感唔係玄學，而係你長期積累知識、紀律、反思同情緒穩定之後，大腦自然形成嘅高速判斷能力。希爾仲提出一個修煉方法，模仿偉人嘅思考方式。林肯做重大決策之前，靠嘅係對人性嘅深刻理解。愛迪生對自然規律嘅直覺係數萬次實驗積累出嚟。拿破崙喺戰場上嘅即時判斷，建立喺多年反覆研究之上。佢哋唔係神，只係比別人更深、更廣、更長期咁訓練自己。投資者都係一樣。真正嘅第六感唔係你估下覺得某隻股票會升，而係你讀過幾百份財報之後，一眼就睇出呢間公司數字有問題。呢個係模式識別，係你見過足夠多嘅案例，累積足夠嘅反思，保持足夠嘅情緒穩定之後，大腦俾你嘅快速答案。所以今集你要記住3樣嘢：第一，直覺係高階認知，唔係低階衝動。衝動係我想要，直覺係我知道。衝動來自情緒，直覺來自訓練。第二，先有知識、紀律、反思，先有可靠第六感。冇根基嘅直覺只係賭博，可靠嘅第六感係建立喺大量閱讀、反覆實踐、認真復盤之上。第三，人生後段嘅財富差距，往往來自判斷層次嘅差距。你今日輸入嘅每一樣嘢，都係在建造你未來嘅判斷力。由今日開始，請你問自己：我有冇持續積累有質量嘅認知？我有冇認真復盤？每一次投資決策由第一步至第13步，係希爾用25年訪問500位成功人士總結出嚟嘅精華。財富嘅差距從來都唔係喺股票選擇，而係喺思維層次。投資由提升認知開始，並持續保持良好情緒。感謝你陪我走過完整13堂短課。如果呢個系列對你有幫助，請你分享俾身邊需要提升財富思維嘅人。全面提升財富思維，由今日由而家開始。